暑假期真係乡亲的安排出去游览，真侪人就去这个小琉球啊。在地导游是表示讲，岛上的民俗早伫2个月前到了红注文去啊，各月今仔日有将近2万人的登岛，所以讲呢，透早往回东港小琉球的交通船人是有够济，就算天气无啥理想，也毋过无影响大家出去佚佗的心情。 人有够多，一个接一个 A 定定，看后壁排队排甲路长，全部拢是等要坐船。码头边啊，一群人咧等坐船，外口的游客阁一直来，人是电架无法度入去买票的所在，因为嘛拢是人。海上的交通是真无用，船只嘛来来去去。 出港的、入港的，袂输伫咧接力。屏东东港东流线的码头，一透早6点多就有坐船的人潮。在6点50的时候就已经有加开一班船，那陆陆续续人潮如果变多的话，我们还是会做机动加开的部分，预计是20到30分钟就一班船。7点开始就加班船就出去了，到目前已经开了起码5班以上哈，都是班班客满。一个接一个，大细汉拢有，赶大包细包要去小琉球佚佗。 就算天气不好，大家的心情原来是真跳。应该不会下雨，我们昨天有烧乌龟。我们期待有好天气。过来到小琉球这，有影4个拢是游客，人气的面点啊内底已经拢是人。虽然外口咧落雨，不过伫咧外口的人，就算穿雨衫，嘛要继续等落去。今天登岛的人数会突破2万人。那 像今天房间啊、机车基本上都是全部都客满，都在1、2个月前就已经都客满了。51日头一天，真侪人拢安排出去佚佗，袂少人阁是上船小琉球。和这个连假的头一天，这个岛屿拢是人潮有够热烈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